新北市的校园发生挂红棍的攻击案，教育部工作小组这礼拜一是开第一摆的会议，也毋过全教会所认为讲，教育部目前的方向只是来讨论校园安全检查的辅导办法尔，无法度来处理愈来愈严重的校安事件，所以落尾是决定要退出工作小组。我想我们今天全教会的退出，我们希望说让教育部可以惊醒。 然后可以从全面来检讨。教育部校园安全咨询会工作小组1月15才开第一摆会，有全国上济的教师会员的全教会1月17就宣布退出，唔接受当咧检讨的辅导甲管教办法注意事项，干那甲重点放伫咧校安检查的定时处理。 这个校园安全抽查的问题，它其实是反而会让我们跟学生之间造成一个紧张对立的关系，所以它其实就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我们目前在辅导管教上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全教会表示，面对校安，袂当干那处理表面的问题，干那以现行的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来讲，对百姓的学生有效果。另外，2城卡学管教的是完全无效，也有老师因为管教学生去互家长告。 学务主任看到学生在走廊上要攻击，结果那个老师、那个主任他就跑过去抱住那个学生，从后面抱住，双手抓着学生的手，这个地方有受伤。结果这个学务主任最后被家长以过失伤害告上刑事法庭。 全教会认为讲管教权甲学权已经失去平衡，教育部爱护资源、爱护人力，嘛应该爱甲校安检查机制对注意事项当中汰掉，另外定校安检查注意事项，并且呼吁新教会开议了后，家里校权益保障法修法列出第1会期的优先法案，要求家长管教义务。记者综合报道。